一班人來到馬來西亞嘅吉隆坡，一條雌創街，頭下係行人帶頭開墾呢，一開始係生產薯粉，如係人哋嘅叔叔粉，如太泡粉。一班呢，我來到一隻嘅係我去見一啲新朋友，跟我嚟去。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年呢，我哋喺馬來西亞訪問到嘅第一個嘉賓呢，伊係在地個有名嘅洋藝內容創作者，咩係一個演員，伊係吳米奇，歡迎。你好，我係米奇。都係以前嗰度裏邊嗬，都係直接看到本人都係看到嗰度嘅唔嘅樣片，然後看到本人嘅感覺做啲老太家。講一下，差唔多更加去做的事情，現在主要在做的事情是什麼？我見到就係做內容創作者content creator，但係講到有去做就出去做戲咯，去新加坡做戲，係呢有乜嘅 project 就去主持人用啦，但係主要就係內容創作者，自家想 idea，自家樣，自家 edit，自家放上去 social media 用咯。都係我自家想內容嗬。簡單嚟講，就係自家一責任就係電視台。藝人電視台。對，自家電視台用。今年呢個難得哈，有請到米奇來，我哋都會加入一條小物，你帶來的小物來認識你的故事。好，剛才都先請處理先幫我哋睇好米奇帶來嘅東西。兩個OK，有看樣片的都會睇，如果假使冇看到的都會上個眼都會帶下嚟兩個東西哈，也係乜嘅？一隻咧係我替一隻客家嘅角色，就係用一隻角色做一隻節目。一隻角色係阿蘭子，佢係一隻清潔工人用佢做一隻 ribbon 我叫佢做 ribbon 頭箍，一隻係家嘅公主啦，所以有一個 slogan 阿蘭子 on duty 你當初儂會創作一個角色嘅喏？一隻其實係同本地嘅電視台最風貌嘅本地嘅電視台對，本地嘅電視台嘅 Astro 嘛，佢有一隻好似網絡嘅平台啦，佢可以做一隻網絡嘅 content，就講做一隻 IP，因為有福建台嘛，華語台，但係冇客家台，我要諗到我係客家人，做唔做我要諗點得做一隻角色啦，佢係客家人。佢就做的分享咧，好似生活智慧一個是唔係電視台想要客家角色，是想要做網絡節目。對，但係我自家講，得啦，用一隻客家人啊，因為客家話好親切嘛，湯用客家人相看嘛，我覺得我係客家人，我做得貢獻一點點啦，我做我隻阿蘭子咯。講到阿蘭子呢隻名咧，又係我嘅阿婆，就是我的阿婆如果都阿蘭子，有嘅名。而係做蔡玉蘭，我嘅阿蘭子啦。人家都想講伊啲阿婆嘅角色比較親切，還有講客，都創造了一個角色，係咪第一集就很紅嘅呀？佢分兩集鋪分啊，第一集係節目嘛，好似生活智慧王咁樣。第二集咧係在一集 COVID-19，之後係講大家咩？啱啱開放嘛，就讓開一集連續劇，都係疫情期間都拍嘅，咩，就係 drama 連續劇喺電視台做嘅，但係疫情期間我有自家做啦，因為唔做得喺電視台讓嘛，我自家做烏卡讓咯，讓開本來集 footage，本電視台工作人員咧，佢夾掉自家剪咯，做一個角色係唔替代在媒體上講客家話，係。你講阿蘭子也係我嘅家婆嘅名，我就覺得替代其實好緊張嘅，因為我唔曉講客家話嘅其實。呢個是唔可以講，完全唔曉講。講到嘅，我唱起講，我去攝花，我去辦我去水務，我去攝同事啊樣。就會簡單咧。但係我冇講嘅。
前天冇講，係做啲湯啊，哈，湯做啲咧講唔得。不過阿蘭其實這個角色也沒有很久以前呢。大概係5年前。係啊，但係因為佢係唔係全部嘅客家話嘛，因為講到全部嘅客家話，有啲休想引啲到慘點咯，咁樣一兩句啦，一兩句還 OK。跟阿婆，你可以是創造這個角色，阿婆就啲。我同佢講，家婆，我用名嘅名啊，難記得嘛。佢講仲可以用下嘅名。佢講因為講到馬來西亞，係講聽到阿蘭字哦，阿蘭字乜好似阿戰啊、阿蘭字啊，客家人嘅名，我就講咁樣啊，我就用阿蘭字咯。咁阿婆就很有成就感咯。因為佢其實覺得冇同嚟講客家話係一隻遺憾咁樣啊，因為寫嘅時候咧，我就有一隻政策叫做講華語運動。那這是世界罕有啊！見得冇啊，見得應該係冇，但係我記得我寫嘅時候啦，我去讀書嘅時候一年級啦，大概7歲嘅時候，有一隻政府推的叫做講華語運動，咁做嘅在學校講方言啊、廣府話、福建話、客家話，做地講嘅。因為阿婆就覺得喺個係同你講客家話，見得你學校唔有講華語，用咩好？我就冇講客家話咯。不過阿婆其實有一點遺憾，冇同講下，結果冇想到開嘢即個養轉來。因為我有轉去見到有啲鄉親啊，有講出街係咩講客家話，我好記得咧，有隻活動啊，好似比如說相親聯誼活動，用一隻鄉親就講咩，我阿婆就講，我要順便去主持人嘛，用佢就去幫手主持人用咯。但係我記得我今天唔曉講客家話，我唱係講大家好，我係 Micky，我就講不好意思，我不會講客家話，但我希望有一天我會講客家話，站在舞台上用客家話跟你們主持交流。咁啲冇嘅事情，但係有一隻鄉親就好唔開心，我就覺得就跟休想唔會講客家話，來一隻活動又唔曉講客家話，所以主持就沒有用客話嚟用咯，叫做寫報紙啊，但係有一隻專欄嚟用，一隻專欄寫報紙投稿咩佢係專欄作家啦，咁樣子就講這個囡仔休想唔曉講客家話，係乜嘅問題？好像失去了根，用我阿婆就好鬧咯。佢同佢講，佢咩講客家話係嘅問題，咩係所謂嘅問題，我冇同佢講哇，阿婆蠻有趣的，因為佢覺得因為休想演戲這些活動，其實這些活動都比較多年長的人，很不容易啊。跟那個戲還要被講，這樣他就覺得說，會心疼，唔得咁樣。結果更加真嘅講安排俾我，還係唔係好準啊？但係我覺得我很有勇氣啊，我覺得同一個這是首要條件。因為我覺得學語言係咁樣嘅，就係你要太淡啲講。話想改嘛，錯就錯咯，咁講咯。確實呢，故作更加講都安好。剛才那個看其實唔單止阿蘭吉啊，Micky還有其他角色。而家我哋看人哋漢語嘅 Micky帶來，係咪同與其他角色有關？哇！我就係我嘅最重要嘅角色，法蘭多角色，也個可能很多沒有接觸影音的人不知道。我們先解釋一下係乜嘅。一隻係綠幕，綠幕就係藍幕，就係報新聞嘅時候咧，我就用綠幕咯，可以先下去，即係好睇就，因為好睇就。那一隻就係一行嘅主播的制服，那這個組合是什麼？因為睇啲角色嚟你其他的角色。一隻係我最重要嘅客家的角色啦，佢好似客家嘅 icon 咁樣咯。其他人咧看到唔得閒就知道，佢係客家人。這個角色有一個名字，對不對？咩？唔得閒，吳德賢。對。就係我們會講冇時間就一樣的意思。但係在馬來西亞聽到唔得閒就係冇時間啊，唔得閒啊咁咯。就係無閒的意思。無閒。那當初我想要創造一個角色。你就係因為一隻疫情啊 ，COVID-19。這個就是因為疫情一個很大的轉機，因為
影视圈不能工作，就是我们叫 MCO，就是它算是行动限制令啦，就是有些特定的生活必须的行业，他才能去工作。那我们影視业没有，就在屋卡睡木咯，所以去演那樣咯，所以好叫冇事情做，即係好得閒啊。啊，因為佢咧，我就看到一則疫情啊，它突破2萬的感染人數，我就覺得哇，好傷心哦，幾時開放哦，做得出去了，做得出去做工，好多人很唔開心，我就立定哦，我做得報新聞啊，全部啲新聞啊唔開心咧，我就報咯。我5點寫一隻稿。社會，跟住我自己化妝、自己梳一條睫毛，我自己養，自己剪輯，跟住我上一隻睇一隻 video 係半夜11點12點才上，我練得冇人看咩，跟住我早上起來的時候，我看到好多人講，哇！好多人看哦，瘋去哦！就是紅蟲就各種人看嘞。因為我們那個 WhatsApp 的軟體是 forward many times，然後就是好多朋友同我講，我看到好笑誒。因為裡面好堅強嘅一隻角色啦，因為前面主播好似亮亮暗樣，很端莊，但係我一條睫毛會梳到好像爆炸頭，然後那個眼妝，然後客家話又不是很準，就是很歪的那一種。So 就是觀眾看了會覺得很有趣，好像讓他們覺得舒服一點。最重要係因為我有好多想法，對政府嘅政策有想法，但係我唔做得直接講，好似唔做得出門啊，好似有啲東西好笑，覺得咁樣報新聞咯，有點像脫口秀的感覺，但我用新聞去包裝。我都覺得馬來西亞人都很厲害好，就會你能夠跟我過到中嘅平常時就按那嘢，所以你就把它混着，又把客語撿回來。因為嗰時我唔做得看台灣的資料，因為台灣我知道有好多客家話的資料，但係因為一直強調唔一樣。如果我這麼聽，比較像我們這邊的海陸風。海陸風點的腔調啦，就是所以我們不能，我們這邊比較多大家熟悉的是惠州話。非族對，所以我就會比較跟那個去學。嗰前面就米奇歸後生，你看，我們只是才講到前面這5年故事就歸精彩。剛才嚟聊一下，都做來談米奇嘅故事。因為係真係一隻會訓練你做成演員啊，是一種開發。那種形體的開發、自信的開發，你透過表演去認識自己、自我肯定這件事情。現在做客幫你聊聊，我哋今日來賓呢係影音創作者，還有演員米奇。好多米奇講到伊係變做，人家講，我哋好多那種討論網紅這個詞就是它有一個曲線就會可能一開始有一點負面，不過人家可能會創作嘛嘅，有啲人係完全靠外表，不過有啲人會做內容。米奇就係有外表也有內容。好多唔啲向前有小可談到，好像米奇對台灣有一些的認識，我哋等下會講到一個過程。不過先看一片有一條嘅相片。一隻係時期，中學嘅時期啊，中學嘅時期，一隻係我嘅朋友咯，我嘅同學啦。咁拖嘅一條相片係唔家下有參加乜嘅社團戲劇研究會。戲劇研究會，我們通常都只是叫戲劇社，對，我們就叫研究會，感覺到你還有研究。這是我一個人演出的照片，猜我在哪裡？我佢唔算呢，唔係那嘢，紅色嘅，又係哇，嗰時唔能都係有研究，沒有做戲。你當初攏會想去參加戲劇嘅？因為他嘅好笑嘅，因為係我初一吧，我去到學校就有個課外活動的表單，就因為我小的時候舞蹈社，我那時候還沒變胖，還是很瘦，我想說要不要舞蹈社，我就隨便勾了一個戲劇研究會這樣，然後T擺我唔敢去啊，我好窮啊，因為隔離班嘅同學就同我講，做乜你冇去？T擺上課你冇去啊？唔做乜唔敢去？
你以前有跳舞啊，应该就不会很怕。没有，我係一隻冇參加一隻社團之前啊，我係一隻很 I 的人，很內向、很膽小的。就是跟現在完全不一樣。我就好恐啊！你是喺一個好奇勾了戲劇研究社，我又唔敢。我就攞高啦，個看咯。跟住我嘅同一隻隔離班啲同學就講，來上，咁樣我就跟住就去就6年咯。6年，初1到高3都是在戲劇研究會。嗰種這段時期改變了你的個性，太多了。就是用現在來講，就是從 I 人變成 E 人，而且那個你剛剛嘅源頭係嘛嘅？每個人進去都會從所謂 I 人變 E 人嘛。因為我覺得佢唔係真係一隻愛訓練你做成演員啊，是一種開發，那種身體的開發、自信的開發，你透過表演去認識自己、自我肯定這件事情。所以這6年對我來講說是我的人格養成最重要的6年。如果我沒有這6年，我可能跟他們係演員、content creator，我應該係欣賞啦。你有冇個印象很深刻嘅收穫或衝擊？我記得喺中學有，我中學我嘅阿媽唔中意，因為早上我會上課，早上7點半上課到1點半，我1點半到6點半我就往社團裡面待，就是跟我社團朋友，6日我也不會去做什麼事情，我就去排戲。所以那時候剛好我們遇到這一群朋友，大家都比較正向，都是為了一件事情，比如說演出努力，所以我們學的東西都是一步一腳印。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很好，因為我發現很多東西不是馬上得來的，就好像做演出，你要從討論、排戲、彩排，就是各個部門的配合，才會有個演出。所以讓我覺得說，這段時間除了我的人格養成，我也發現團體合作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剛剛有想過下禮拜要讀戲劇相關嗎？要往戲劇這條路？太好啊！冇，因為我看到一個現實的問題啊，因為愛使用乜計網紅啊、內容創作者，像係有演員嘛，但係演員的門檻是很高的。尤其喺馬來西亞，唔係馬來西亞，我覺得馬來西亞，我覺得演員對我來講說，他唔係隨便演就叫演員，所以我就想說折中一點，念大傳系，做不到演員，我還可以做幕後。就係感覺有一點相關。如對大眾傳播佢是有興趣。人哋一邊看到就，人哋喺馬來西亞唔看，太咁。台灣咧讀講太好個。也係你自己畢業證書，亞中證書就好貴啦，學費4年學費啊。係啊，唔通會想去到台灣投拍？是台灣嘅影視圈發展很好，就看好多台灣嘅偶像劇啊，台灣嘅節目啊，包括台灣嘅主持人啊、演員啊，我就覺得好似就好好嘅環境，我就嚟學大眾傳播可以實習的。我喺差唔多17年喺T8來馬來西亞，我剛下同一群中學生大學生，我當時呢就係原來伊能很按到台灣嘅戲，就對台灣嘅明星非常了解。好似流星花園呐，流星還有什麼？王子變青蛙，就是我的年代。就是剛下會感覺講，假使愛讀大傳系，因為你看過到台灣呢，最重要，我覺得係因為台灣學費好平，假使好平，歐美比起來啦。對啊，因為那時候那個兌換率，馬來西亞對台幣還算高。跟住咧，出嚟出嘅。讀書學費又平，又做啲自家辦公讀，我就去台灣讀書啊。你嗰時去到台灣有不習慣嗎？有多少啦？有多少啦？有啊。我覺得最大問題係看到
全部都係少少嘅人咯。啊，咁係。真係做少少嘅，我一隻肥肥嘅，我就有啲冇自信啊，因為我看到叉叉好亮哦，好亮亮，冇人用哦。喂下台灣呀，嗰度做冇咧，愛是我嘅班，像係我一隻，我一圖都冇哦。哦，估咗一個是會好少啦，好少，因為我覺得因為台灣人中意行路，中意行路。咩啊？中意行路啊！你行路去捷運站啊，行路搭公車嚟用。馬來西亞人我中意吃茶，做嚟唔可以買行路行業。一個是就會有一些冇自信啊。有，因為我看到我嘅同學全部好亮，等好似我肥肥安用。你剛才也沒有那麼會打扮，係咪？我唔曉打扮那時候。剛好今天買唔到衫褲嗎？今天買唔到，全部細件嘅，唔似安用，現在有好多 plus size 大尺碼的服裝。剛多忙嘅時間，你覺得有一些轉變？就這個也算蠻有自信。開始曉化妝啊，開始買靚衫啊，開始意識到冇想講咯，家條愛講家條講啊，我自家中意我自家嘅今仔日狀態，中意就好咯。除了一條比較成發風啊，或一條。還有乜嘅？咁我睇台灣圖太好，有乜嘅同加斯睇馬來西亞圖，你覺得會不一樣的收穫？我覺得在台灣係有一隻同時有種有自由啊，我覺得有一隻自由嘅氛圍。你做得有乜嘅想法，你做得講。好似在馬來西亞，你有想法，對政府有想法，你做得講嘅。你喺在台灣，哇！我看到一隻包子啊，哇！安用做得講，安用做得講，就覺得就可以有安用嘅氛圍，安用嘅媒體環境，自由，跟那個看到好多的創意啊 ，creative，好似全民最大黨啊，還有很多的節目，還有文創，我覺得這幾個東西對我的影響很大，包括我現在做的東西都是養分，都是在台灣念書時候養分。所以我感覺人能咁樣反應，不過其實冇咁樣國家嘅氛圍係規模相同嘅。睇台灣有乜嘅？更加上到家下英國要做嘅事情冇做嘅。我愛去客家電視台實習，冇啦。家係冇，冇。OK， 其實嗰時對客家話冇乜嘅感覺啊，覺得唔有講啊，冇想講。但係我去到好似捷運站安之社，我睇這個客家話，我去到苗栗採草莓，我睇有一個客家話，唱好似唔係客家話，因為客家話一樣，有一點點小小的其實也有客家人這樣，但係講到真正後悔就係冇去到電視台實習咁樣啦。家下係你係去打工，我冇去。係，因為我去打工，打工就冇實習冇按多工錢。Luca，support 你去台灣讀書會辛苦嗎？那個是大的決定嗎？係一大嘅決定，因為太二、太三、太四，我就用獎學金啊，其他就是攻讀，然後維持自己的生活，這樣，所以就是自己養自己去念大學，但不可能家裡還是給一些生活費啊，但學費部分還是用獎學金去給。如果對馬來西亞去台灣讀書嘅人，邊家會唔會留下來？你那時候有這樣想嗎？我覺得好奇怪，是我做的東西一直 timing 唔啱啊，因為愛進時咧，係講你愛留下來工作，愛4.4萬的薪水，你才可以申請工作證。係但係一講媒體，你出來做記者冇按多工錢嘛，只有新竹園區的才會有這麼高。我就諗定我好想在台灣啊，真係好想真係好想在台灣，因為I時我覺得台灣的媒體環境就得讓我發揮啦，但係冇辦法我就轉來去咯。係咩樣嚟哦？我唔知我希望是呢，希望是今日冇去，今日冇去。應該唔係安尼規定呢。我記得他應該有談過藝術創作者，其實嗰種就冇設定收入啦。真是有。就見到我嘅朋友全部係講資傳啊、大傳啊都可以轉來咯。像有薪水官畢業那時候才多少
25000、22000、2万，对。哦，原來係咁樣呢，不然可能我們在台灣的媒體上早就看到。但係覺得上天係安排好嘅，今仔日行到20路嘅，佢就本嚟另一條路咁樣哦。喺個藝貌進來，覺得我唔曉講客家話，我唔曉去做內容創作，也不會把那邊學習的跟這邊做結。就剛剛冇想到，冇辦法留下來，不過喺馬來西亞就自己的家鄉開出一條新路。去到那邊就去做啦，係啊，咁啊嘛。係啊，結果你看都係因為唔過來嘅，冇留喺台灣，我們現在才有可能用客話來對話，很有可能假使你留喺台灣100%。香港藝貌進來，我唔曉講客家話，只係唔曉講。上天安排嘅，也順手也個貼配嘅緣分。我哋今日來馬來西亞係認識我哋，下一趟呢，明期會帶大家去到一個貼配嘅素材。來就報新聞，你就留言就說，雖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我從你的客家新聞裡面學客語。大家學見咗唔好，我咁做都係藝訪人，我唔曉講啊。今天帶你們來的就是這個巴薩，就是在我們沙登，就沙登啦，就是因為我覺得要最有煙火氣的地方就是去菜市場。那平常我可能就是沒有去巴薩買菜，但是我去巴薩呢，就是去買吃。因為好吃的都會藏在巴薩裡面，所以我通常大概就是9點、10點就過來，可能就是外帶一點早餐。那我通常會買什麼？我就是買糕點，或者就是直接在這邊的，就是所謂的 kopitiam 直接用餐。那糕點就是我最愛吃的客家糕點，像是春鴨板，就是那個糯米糍等等之類的。然後這邊人的特色是什麼？就是可能你聽到他講客家話，但他其實不是客家人，像這位。叔叔，你係客家人嘛？咩？我係廣東人。廣東人，他是廣東人，但係也嘅客家話比我嘅好。怎麼你會講客家話？我知道客家妹的口水。對，翻譯，他說他吃到客家妹的口水，就是換句話說，就是他娶了一個客家老婆。這個客家話係乜嘅？係乜嘅？這裡叫夾餅。它很有趣，是因為客家叫夾餅，乾隆包誒。我也是人叫。乾隆包，如果福建話乜嘅？滿江粿。福建話又滿江粿。廣東話就大糕麵。所以就是不同籍貫的人，他會有不同的叫法。但係我們客家人，其實我也不是叫夾餅啦，我就叫大糕麵。廣東話就是叫花生糕咯。是咯，全部摻起來，我們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我們不會真的用客家話去講啊。那我就講大糕麵啦，因為吉隆坡地區比較多廣東人。你上好吃，他就是很熱情，就是叫我一定要趁熱吃，因為熱才會好吃。你上來一個雲吞麵，是的，蛋糕啊，這就是叉燒雲吞麵。那我們馬來西亞的早餐呢，跟台灣早餐有什麼不一樣？因為我在台灣念過書嘛，就是豆漿啊、蛋餅啊，或者三明治。我們這邊就是正餐，所以我剛去台灣的時候不習慣，我們會吃得非常 heavy，甚至我們早上可以吃咖喱啊，就是椰漿飯啊，就這一些，那很好吃，有點類似台灣的乾麵。其實我的家鄉不是在沙登，我的家鄉其實是在森美蘭州的一個客家村，叫夸拉卡拉旺。但是為什麼沙登對我來說是第二個 hometown？因為我覺得有個很深的連結，這裡就是客家村，然後我是客家人，所以我在這裡呢，我就會聽到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全部都會講客家話，就感覺好像是第二個家。那對我的意義很大，是因為他就是有聽到有人講客家話，聽到母語，就是好像回到家一樣。那我覺得台灣朋友如果來馬來西亞觀光的話，不一定要去一些觀光景點，我覺得可以來逛菜市場，因為每個菜市場都是馬來西亞人的民間煙火氣。
好多呢，睇架去到一個嗰種喺馬來西亞前睇嘅新村，新村吼沙燈，安尼啊，咪去睇架去王思聰，那個馬來西亞嘅市場就是很好逛嘅吼。因为有好多的东西做的美食做的食。韓國佢你應該也是一樣，就是喺松拜來嘅時節，那個帶頭嘅導遊，伊都每一攤講嘅語言冇共用咧，學到呢，講客家話、福建話、功夫話，他好像講了7種可能差唔多哦。7種，哇！因為亞嘅導遊很厲害。係啊，一共馬來西亞人差不多，都可以講好幾種。喺個年票講，但係太多數做得跳糖啦。最少糖嘅是食糖。係啊，我哋如果中國人睇到吧，就會很羨慕這種語言能力啊，就是大家都。因為年票講你出去就好麻煩咯。係啊，因為人真嘅係很多種嘅地方啊，佢係沙燈係更加咪去大嘅味素啊，係。咩時裝堂喺度合法？時裝堂咯，因為好多客家人咩，應該係講馬來西亞最大嘅客家村，有80%都係客家人啊。你會去到嘅跟客家有關，還是冇？如果渡河去到沙燈，沒有刻意挑一個客家的地方。冇，因為我就係橋沙甸嘛，因為我覺得有時要介紹一下地方，唔是介紹好似觀光景點，係講你要去感受人間煙火氣，去菜市場，你知道馬來西亞嘅客家人係咁樣嘅，馬來西亞人係食藥雜嘅，你自己嘅故鄉喺哪？他在聖美蘭州有一笪地方咧，叫做瓜拉旺。瓜拉旺，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啦，因為其實係在一個山，要走個山路去到的一個小地方、小城鎮。但係好多人知道滴滴港。滴滴港，知道嘅吱嘎，因為滴滴港又係客家村。好多姓小嘅，係鄉小嘅人啊，係用其實好多人唔知道，我就講滴滴港啦，但係滴滴港唔係我的家鄉啦，我的家鄉叫卡拉旺。只是很近的滴滴港，比較4分鐘咁樣咯。不懂印地啊，咁萬歲嘅成長環境係用嚟嘅。其實我7歲就去新山去。我7歲去新山，我7歲讀書讀到18歲，跟住我18歲去台灣去到24歲我就轉來，但係我冇去新加坡啦，因為好多新山人、JB 人都會去新加坡，但係我轉來吉隆坡啦，在吉隆坡做工作幾多年咯。你都冇去新加坡？我唔中意，係啊，因為我覺得香港我要做媒體啊，應該在自己家鄉咁樣做。我了解嘛，就來吉隆坡了。係啊，咁係咪同嗰度人嘅想法就冇咁樣？因為新加坡做得差多啲啦，因為對話率很高，可以賺很多錢。但唔係我想愛嘅，香港我真係去新加坡，我用英語guarantee要轉來嘅。必定會回來。其實想喺去清楚呢，你喺一開始係做一個媒體工作，唔就已經啲。我冇去新加坡。一開始像頭都冇聊嘅時間，我都有問米奇講，會不會對網紅這個詞會反感？其實我剛剛你嘅分析其實很清楚，你腦袋很清楚，就係其實我唔係一隻好清楚嘅人咧，我做乜嘅東西係MPD 係 P 嘅人，我做東西就係好隨性，很隨性。而且你問我5年後愛做乜嘅，10年後我做乜嘅，我諗唔到。但係我有一隻東西好重要，就係我見啦，我做本自己開心嘅東西，有成就感嘅東西啊，一開始嘅阿蘭記就給你開心又有成就感，因為好多人好中意一隻角色啊，阿蘭記，好似我去巴剎啊，就是菜市場，看到叔叔阿姨啊，因為他的受眾比較是叔叔阿姨一點，阿蘭記啊，我好中意你哦，阿蘭記好好笑哦，你做戲好好看啊，因為我覺得你做一些
东西它的影响力可以这么大，我会让他感到开心那种。哦，哎，古总你刚他真的是爆红，你都巴萨就对巴萨，其实我嘅粉丝都會比較年長誒，因為講客家話嘛，講客嘛古總睇底下位，我可能有留言，可能有幾多路係行業嘅嗬，因為客家人。其實我做唔得係咩報新聞同阿蘭子咧，有一集我好記得啦，有一集故事啊，做嚟分享啊，佢唔係客家人。来就报新闻，你就留言就说，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我从你的客家新闻里面学客语。哦，那就好緊張，唔好，我們做那個訪問都唔好講啊。你就有興趣去聽多一個語言，然後也是一個好的影響力啊。我可以讓他們更懂一些客家的文化，這樣子，因為。文化不一定是我跟你介紹什麼傳統東西，我在講這個語言的時候，它就是一種文化傳承。這樣，跟那還有一張好好意思咩？有一張人就講，你喊做緊你客家新聞台哦，電視看到冇啊？看唔到啦，做緊咧，我就係我嘅 content 我嘅自家做嘅自媒體啦。因為我80歲的爺爺。他說：“我要看你的新聞，放電視看。他講我希望 Astro 有客家新聞台，然後就得看客家新聞那種。就嗰種人以前還蠻台灣還蠻有嘅客家電視嘅時間，就會嗰種人講希望有嘅客家台，說不定哪天有機會哦。但係今天有機會應該唔會哦，因為我係一個不是太聽話的人。”對，我不能在體制下太聽話，我會很辛苦，所以自由找東西對我好重要。我喺台灣感受到了，我回來我發現我的個性也是，做自媒體的好處就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頭頭都有講，你覺得你自己知道那把尺在哪裡？因為我覺得紅啊這東西咧，你做一些很粗格的事情就會紅啦。用簡單來講啦，就係你要跑100米還是跑1000米？我覺得成功的網紅內容創作者應該都是在跑馬拉松，他必須是這段時間是很長的。我可能跑100米，我跑得很快，可是接下來你跑不到另外的900米了，或者接下來更長的路，所以我的尺蠻長的。黑暗剛過上一個清楚如何呢？就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尤其大家就會精彩。而本人看到點讚，其實講簡單沒簡單。古說喺安尼嘅環境下，我把持得住，其實係很高難嘅。古說嚟講，我一點最少想啊個清楚。其實有一隻東西係講你把握這把持，今天好慢呢。你做東西還要慢啲啦，慢慢很踏實。但係那隻東西我睡得着覺，至少我睡得着覺。我不想要做了內容心驚膽跳。是會不會等下踩線踩過頭了？會不會影響到很負面影響，讓很多人不開心？這樣，所以我寧願踏實慢一點，但它總會到達。好，等下到最尾結婚呢，可能是米奇會同人哋分享嘛嘅，而家我對有貼配意義嘅料理，人哋等下個多陣來。就好似頭先嚟講咧，客家話有一種力量，我希望。要這力量可以大大小小都會讓你有溫暖就好。然後記得有一隻粉絲啊，佢講嚟加聽到一隻歌嘅叫做。婆婆出輩嘅世界好睇，我係來人愛到來維繫，我好可愛冇辦事冇面見鄉親。我個阿妹仔，你敢去就熱膽齊，唔敢去就活卡笑。人生啊，像咬甘蔗，跳進咬金香，不是狂你愛擔太太。交通做太，甘咪做就辦來。唔是驚我愛當太太，係叫係笑都係人生嘅路。有愛做你嘅山，
愛甜唔愛亂變。愛個阿婆婆出輩嘅世界好睇，愛係來見，愛到來維繫，愛好可愛冇辦事冇免見向前。係個阿妹仔，你敢意就熱膽齊，唔敢意就活下笑。人生啊，像牛咁渣，跳見牛見香。唔是狂，你愛擔太太，找同做太，敢意做就扮來。唔是講愛當太太，係叫係笑都係人生嘅路，有愛做你嘅山，有你做愛嘅山。愛甜唔愛亂變。唔是狂，你愛擔太太，做工做太，敢意做就扮來。唔是講愛當太太，係叫係笑都係人生嘅路，係有樹長有花，嘿有你張有家，愛甜唔愛亂變。新年到去，大家愛盡活卡，孝見也愛，本也愛一隻好歡喜嘅新年，有你張有家。現在做個慢言來了，俺哋今日來賓呢係馬來西亞當地嘅洋藝內容創作者個演員 Miki， 好多俺哋看到嘅一個 MV， 就係 Miki 同阿婆一起唱歌。很溫馨呢。其實呢，這東西做乜我做一隻歌出來嘅客家歌啦，因為諗到有個紀念，因為阿婆都會唱一隻老歌啊，好慢嘅歌。我記得啦，我同佢講，我哋唱歌啦，我哋唱歌，佢講唔可以啦，把佢過來嘅，按慢啊，按驚啊，唱唔到。我同佢講，見到曉生人唔中意聽老歌嘅，我哋做新嘅歌。新的曲風，因為我調嘅客家話咧，即係傳出去咯。佢講 OK 啦 ，OK， 我唱。一隻詞係我自己貼嘅，自己寫，但係真係好難寫客家歌。詞好難寫，因為要押韻。我大量參考了台灣的資料那時候，因為台灣的資料咧就好多，我就做得一張張看咯，看乜嘅意思，我就用很多那種怎麼講？那叫諺語吧。係啊，就個用心咧，就這個係寫一條歌嘅，係咪知？因為我覺得就好似頭先我講咧，客家話有一種力量，我希望有隻力量可以大大小小都會讓你有溫暖就好。然後記得有一隻粉絲啊，佢講誒，佢聽到有隻歌咧叫做因為佢嘅阿婆就去世咗，就係同家講客家話，講幾個客家話，佢聽到就諗到自己阿婆，用客家話，講客家話同自己一起生活的片段那種。俺哋嘅節目還有本來一個最後階段我會請俺哋嘅來賓對大家以後對有啲配音樂料理聽下聲。不過今年係最特別，我們會只有照片。Miki 同俺哋講一下，偷嘅係乜嘅菜？梅菜 Q 肉，就俺哋台灣咩時常有就係嘅鹹菜控肉。然後對你的重要性是什麼？因為一隻叫佢阿婆煮嘅，我唔曉煮，佢後邊咧做客家菜嘅，就你看到啦。有訪問過佢煮啦，佢曉煮炸肉啦，用豆腐啊，梅菜 Q 肉啦，全部客家菜佢咁冇問題嘅，佢冇問題嘅，佢煮老闆咧。佢最緊好中意梅菜 Q 肉，係因為一隻梅頭是不能被複製的，冇人做到一隻梅頭出來嘅。佢講係同你講乜嘅 recipe 啊，用點樣煮啊，放乜嘅料啊，做唔到嘅。像係阿婆做嚟做到一隻梅菜 Q 肉出來。阿婆嘅面試啊你？真係，我只
加嘅朋友煮嘢係冇事嘅。日本一隻recipe，不加嘅朋友煮係冇嘅一樣嘅一隻味道，東西都一樣，但係冇一隻味道啊。咁你想可以腿復刻起來嗎？有時候咧，我真係中意煮啊，我唔中意做，麻煩。其實梅菜燒肉咧，最重要就係一隻梅菜啦，梅菜重要啊，同一隻三層肉。我唔得阿婆又沒樣煮啊，佢煮好要一片一片擺進碗裡面，我又要再倒扣，然後不知道，就是我覺得工序很麻煩。阿婆是很講究那一種。他的佢講冇講究誒，你們給放多少啊？放多少？我唔知道啦，感覺啦。阿嘎，我們叫阿嘎啦，大概大概大概，所以這個大概我們不知道是多少，只有他才知道。你而家其實也因為先開始做自家嘅客家內容，後來本人發現所以就也去做演員啊，演員前去做戲啊的。你對未來會，你剛剛說其實你冇辦法去計劃，冇有神奇嘅事情，如果去做。係講真係講計劃啦，目標啦，會賺多啲鐳哦，錢會賺多啲，因為要做條現實嘅東西。係講你賺到，你就做好多自己愛做嘅東西，但係愛開心嘛。我嘅目標就係做啲賺鐳，我要做開心嘅事情。見啦，我就做電台，我做好中意嘅 content 啦，我講客啦，我做演員啦，都係好開心嘅事情，就做啲賺到。業配也好多，因為客家話，真係因為客家話。係哦。有商家是講，你唔可以講華語，你講客家話，你做一集嘢，譬如用客家話嚟講。係哦，哇，好棒哦！點都台灣冇咧。因為有啲商家我係講，我愛講客家話，有原因咧。因為我嘅 followers 中意我講客家話。唔識客家話嘅人聽到要好笑，好奇，咁樣 get 進去看咯。然後看一集 video 啦，咁樣幫助很大。路邊啦，你嘅利基其實好清楚。我真係冇諗到，用英語客家話會成為幫我賺錢的東西。我也係冇諗到客家話，我從小講到今仔日都在講客。但真係冇諗到。係啊，咩因為唔講客拍樣片，人哋台灣咧客家公眾語比較咩強。呢個是媒體的東西。係啊，真嘅就係打開了一條路咧。可能我的我替白講客家話，做一集唔得閒阿蘭姐，我嘅初衷很簡單，那就是覺得客家話係一集有開嘅感覺，我想講，我冇做乜嘅傳承。我沒有太多的包袱，我一定要把那個客家話發音發得最標準，因為我要傳承。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變成我很自在。今天你覺得我講不準冇相干，我只是一個 baby。如果嚴格來說，我只是一個3歲小朋友而已，剛剛學會講客家話3歲小朋友。你喺去過好你嘅路，你想去過遠的地方，先歸路卡，先回到家了，你就可以去到很遠的地方。哇！很好的例子誒，就其他人行過遠嘅地方，同客家叫他帶過去啊。係講有啲人係講根啊，有根，但係我覺得根的字有時候會很沉重。就像你剛才講那個，我就很認同。先回到家舒服了再出發。今日非常感謝Minky分享咁精彩嘅故事，多謝。大家好，歡迎收看4月8號嘅客家新聞台，我係新聞主播吳德涵，馬上嚟關心今日的新聞重點。新單元講一講8老你講用遊戲蹦馬街 TGIF， 禮拜5是按嚴肅嘅，馬上來到客家新聞台嘅新單元百家新聞，講7講8一齊來冇廣告費，我唔會唱去。最近 Netflix 有一套韓劇戲，真係好紅，就算你冇看過，你一定聽過嘅用遊戲，講嘅就係456集。